首先介紹如何移除 NOD 嘅 antivirus。首先喺個 setup 度，左下角撳入去 setting 設置，跟住然後喺度有個 apps， click 入 apps 度，咁慢慢掃落去，揾翻呢個 antivirus， 撳入去 modify next， 咁佢有 export remove， 撳入 remove 就問你係咪移除佢 ，yes， 完成，咁就要重新 restart 個電腦，咁最後呢，我哋就只要撳住呢個 power restart， 咁就得噶啦。最後睇翻個 apps 度，開翻個 apps 個 feature， 咁睇下係咪真係移除咗先，要確認翻係咪移除咗。咁如果確實移除咗嘅，咁先裝個新嘅軟件，掃毒軟件。